来关心每年的总统大选剩65天，高安局为着要保护总统的候选人，就组织队慰安警员安慰配合。今仔日举办成军的仪式，要展现220个慰安警员的训练成果。当作一个手完成，压制着人，慰安警员2个人一组的演训。军术、太极拢精通，现场嘛有女性慰安警员展现训练的成果。高安局特勤指挥中心主要负责安慰配合慰安任务，负责总统甲副总统候选人的安全。西到举行结业甲成军典礼，重点是验收战机演训，包括各种的军法，行路随后模拟情景。考虑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家路宣讲遇害，高安局特别演训总统候选人握手拜票，拄着枪击。现场随后随诱开轰大公事包，形成安全网，保护候选人。这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任务。在任务期间，我们全体工作同仁特应严守纪律要求，注意保密工作。安慰配合这届编组规模采3+1组，人力是220人，其中女性有16个。这慰安人员拢是为国防部警政署特勤编组单位推荐优秀的军警人员，考核品质、体能、甲勤务专业等等的项目，才当加做独臂人员。经过18礼拜训练，通过评价，加做慰安编组。唔但骹手有啊，武器装备嘛有升级。特勤中心嘛采购枪击声音侦测系统、内建 GPS 定位功能，甲温度感测器，若出现枪声，会当真紧掌握枪声的来源。甲画面，嘛标定敌方，对反狙击手小组反制目标有帮助。挂控噪音的耳达，枪防骨下，宪兵指挥部将步客嘛投入选战慰安的任务，赶去现场执行防暴侦检，会当骗出 C4、TNT、乌色火药，确保选举造势场合的安全。高安局长蔡明安强调讲，这个任务敢会当成功，袂当失败，展现安慰2亿外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